今日講下賀歲片《夜王》。首先我必須要戴翻個頭盔先啊！我人喺北方，即係我呢度呢，方圓百里就得一間戲院上映，而且只有國語版嘅。我有一個疑問，即係廣東話電影喺大陸屬於係方言電影啦，咁點解北方只能夠選擇國語配音版呢？咁據我所知啊，好似只有廣東話先有咁嘅待遇，即係愛情神話、羅曼蒂克消亡史、菜肉雲吞全部上海話，無名之輩、瘋狂的石頭、地球最後的夜晚冚唪四川話，萬箭穿心、南方車站的聚會都係武漢話。即係點解呢啲戲呢就冇國語配音，可以保留原汁原味，更加唔會強制性淨係安排國語場？難道北方嘅觀眾睇外語片都淨係睇國語配音咩？我就好好奇啊，點解只有港產片會有咁嘅待遇呢？我都想問下啲北方嘅朋友，你哋係咪真係好討厭廣東話、四川話、上海話、武漢話，包括萬馬財旦嘅壯語片，你哋都可以接受，唯獨係廣東話唔係國語配音，你哋就唔睇，係咪咁啊？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呢，大家應該理解點解廣東人要捍衛廣東話啦。大家都知啦，黃子華嘅戲係一定要睇廣東話嘅，因此呢套國語版嘅喜劇效果呢係大打折扣嘅。呢套戲最好笑嘅一 part 就係土地同阿歡哥教小姐服務啲客，廣東話係含冧，國語係普普，咁呢個喜劇效果呢係簡約咗90%嘅，包括前面打手掌不如打飛機啊，國語版係打腳板底，更加唔使講廣東話嘅4大名詞，柒鳩閪撚喺國語版通通變成他媽的。我對呢套戲嘅觀感呢肯定係唔公正嘅，所以無論我俾呢套戲幾多分，我都要自動加多1分啊，因為觀感差太遠啦。咁我就直接打分啦，整體我俾6分，再加多1分俾廣東話7分。喺呢度我都要先反駁下網上對呢套戲嘅批判。我見到一啲女性觀眾啊，用女權角度去批評呢套戲消費女性、物化女性，同阿洛拉嘅情況一樣。你就算唔拍呢個行業，呢個行業依然係存在嘅。呢個行業本身就係物化女性嘅。你去同啲夜場嘅女性講咩女性自主權、咩男性凝視，佢哋真係會當你戇撚鳩嘅。即係唔係每個人都好似你哋咁好彩，可以學習啲女權知識，可以自我覺醒，可以唔受父權社會規訓。好多女性冇你哋咁先進，佢哋只係為咗生存，為生存而拼搏，難道就唔值得拍出嚟俾更多人睇到咩？當一見到係夜場女性，就自動判定係取悅男性、消費女性，呢個難道唔係對呢個行業嘅女性一種高高在上嘅歧視咩？至於拎女性外貌嚟做笑位，難嘅仲加多。男演員被外貌羞辱嗰陣時，點解唔見有人出嚟發聲呢？所以我覺得啦，你真係要以女性主義嘅角度嚟批判呢套戲呢，你應該提嘅唔係批評呢個行業，亦都唔係針對入邊某啲橋段，而係呢一套講夜場女性嘅電影最大嘅人物高光同埋劇情驅動都係男主角黃子華。簡單啲嚟講，呢個古仔入邊嘅救世主依然係黃子華，反而女主角鄭秀文嘅人物弧光係冇男主角咁搶眼嘅。你要以女性主義，你應該係由呢個角度嚟批判嘅。咁依家講翻我自己嘅評價啦，我覺得呢套戲最大嘅問題就係電影嘅節奏有啲奇怪，前面1個鐘非常流暢，交代人物之餘，都將成個古仔嘅主線同埋衝突都一一交代清楚。然後到歡哥同 V 姐兩人聯手決定振作起身，歡哥同 V 姐兩個人嚟到夜總會激勵大家，大家都準備開戰啊！大家戰前暢飲跳舞，呢個時候突然之間下一場戲就係天台歡哥 V 姐兩人訴舊情，個節奏無端端就落咗嚟。就呢場天台戲啊，正常嚟講應該係要剪喺開戰嘅前一場戲先係嘅，然後跟住落嚟就好瑣碎咁交代一個又一個人物，按照主線跟住落嚟應該係大家點樣齊心努力改變個困境。但呢一 part 接近半個鐘嘅戲，基本上係支線劇情大於主線劇情。一陣又拍廖子瑜同 V 姐兩個人嘅詞境，一陣又拍 V 姐同其中一個小姐喺浴池入邊嘅對話戲。我唔係話呢啲支線就應該全部 cut 咗佢，而係話編排同主線嘅連接性唔夠緊，就會顯得個節奏有啲怪，劇情有啲瑣碎。包括最後嘅高潮戲，前面已經布晒局啦，個節奏已經好緊湊，張力十足啦。呢個時候突然之間又接一場歡哥同王丹
丹妮喺天台嘅戲，前面營造嘅節奏又被拉咗落嚟。同樣地，王丹妮同歡哥喺天台嘅戲重唔重要呢？都好重要，但唔應該剪喺呢個位啊。所以呢個係我睇到中途我覺得可惜嘅位，即係如果能夠再好好地編排呢個古仔，係可以做到既交代出夜場嘅重心上嘅同時，都能夠控制好電影主線嘅節奏。咁跟住講下呢套戲嘅優點，依然同黃子華之前嘅戲一樣，用一個行業嘅古仔嚟隱喻成個香港。黃子華點解如今咁受香港人喜愛？除咗佢多年累積嘅人格魅力，更多嘅係佢每套戲都有探討香港今時今日嘅問題。飯戲攻心嘅核心係移民問題，毒舌大狀係影射貧富差距嘅問題，破地獄係香港百業蕭條嘅問題，而呢套夜王就係更直接探討生存問題。你前半 part 嗰啲武小姐遇到嘅第一個危機就係 V 姐帶咗一班外援嘅妹仔過嚟，外援咪即係外勞咯。所以中間阿歡哥飲早茶嗰陣時，教育班小姐都等於喺度反思咁，面對外勞嘅競爭壓力，本地人要點樣保住自己嘅飯碗呢？你係冇得怨天怨地嘅，只能夠自己做得更好。而歡哥同 V 姐都係兩種香港人嘅精神。歡哥所代表嘅係老一派嘅香港精神，就係義字當頭，做事永遠係情義行先；而 V 姐所代表嘅係資本主義嘅作派，一切利益行先，講效率講成果。所以電影前半 part V 姐係佔咗上風嘅， V 姐到咗後邊俾阿太子陰咗一鑊，被嚴重打壓。呢個都係現時香港嘅困境。以前資本主義下香港嘅經濟能夠一直保持繁榮，但依家資本主義嗰一套已經救唔到香港嘅衰落啦。呢個時候歡哥所代表嘅舊時代香港精神就嚟夠長啦。你會發現後邊古仔嘅發展，包括最後對太子嘅佈局，每一個環節都係因為人情嘅存在先能夠順利咁推進。廖子瑜因為人情所以幫手搞掂阿姚生，王丹妮因為人情幫阿歡哥誤導阿太子，甚至放棄咗呢段感情。包括入邊嘅葵芳呢個角色本身冇安排佢今晚翻工嘅，就因為歡哥講人情，仲借咗佢40萬，關鍵時刻就係葵芳用佢嗰個鄉音打破咗僵局。哪怕係姚生，歡哥氹掂佢嘅唔係咩商業利益，而係私人恩怨。呢個其實就係姚生俾歡哥一份人情，同時都係歡哥俾姚生嘅一份人情。成個高潮嘅佈局戲都離唔開人情，所以成個古仔喺最後都講緊一件事，就係如今嘅香港想重新振作起身，係需要大家互相扶持。資本主義嗰一套依家已經行唔通啦，依家需要嘅係靠人情味，大家齊心將香港嘅經濟做翻起身。另外一個就係電影中嘅人物塑造，我前面講啦，呢套戲喺節奏同架構度係有啲問題，但係喺人物塑造度係特別豐滿嘅。我能夠理解主創為咗人物犧牲咗節奏，雖然個故事冇咁流暢啦，但係人物全部留低晒。例如話歡哥同 V 姐喺澳門，歡哥離開時一個小小嘅動作，用贏咗嘅錢將地下嘅玻璃碎掃開，就係一個咁樣嘅動作，唔需要對白，你就能夠感受到呢個人物對佢前妻嘅感情。土地呢個角色前期一直都係負責搞笑嘅，大家都唔知點解歡哥一定要留下土地喺度翻工，但你睇土地為佢老豆就即明啦。而且你再諗深一層，點解土地會留阿葵芳過嚟開工呢？因為葵芳同佢嘅命運都相似。你睇呢啲係唔需要專登用篇幅去交代，但好容易就將個人物塑造得鮮明，而且人物嘅伏線都做得好靚。廖子瑜一開頭留咗個耳環俾 V 姐發現，我哋一開始咧以為呢個耳環只係捉奸嘅道具，估唔到喺電影嘅 ending 個耳環居然係呢個角色卑微嘅愛嘅象徵。咁呢套戲刻畫人物真係刻畫得太好啦。咁講翻演員嘅表演啦，廖子瑜絕對係所有女性角色中咧最搶眼嘅，佢同歡哥嘅幾場感情戲都好深刻。我特別中意佢同姚生跳舞時佢表情微妙嘅變化，幾種情緒都把握得非常好。另外一個值得講嘅就係佢條仔盧振業，哇，呢個演員太可惜啦，演技非常好，因為長期主要演嘅都係文藝片，所以識佢嘅觀眾唔算多。咁今次呢個反派入型一格，相信冇人見到佢會唔想打鑊佢嘅。佢喺主流商業片可以俾更加多人見到佢演技，我係非常戥佢開心啊。同埋我必須要讚下楊偉倫嘅喜劇表演。大家都知啦，我睇嘅係國語版，本身個喜劇效果已經大打折扣啦，但楊偉倫每次一出場，佢嘅表演真係會整到我笑嘅，哪怕係國語版。呢個就係喜劇才能啊！佢嘅表情動作
一本正經咁講啲戇鳩對白，呢啲都表現得好好笑。其實我覺得港產喜劇片可以俾多啲機會楊偉倫發揮，佢未必係周星馳嗰種 level 嘅喜劇大師，但未來一定會係一個出色嘅喜劇笑匠。咁最後呢，我講下呢套戲嘅 ending。咁呢幾年啊，賣座嘅港產片 ending 呢，點都要加啲正能量嘅嘢，即係你擺喺其他地區啊，可能會覺得有啲多餘，唯獨係香港特別重要，因為依家嘅香港人太苦啦，佢哋太需要喺電影入邊呢被激勵，呢個係一種精神足療。呢個 ending 都係為電影中探討嘅生存問題做咗一個總結，就係香港人最擅長嘅係隨機應變，無論遇到點樣嘅環境變化，總有辦法生存落嚟。呢個就係香港人嘅生存法則，擺喺電影業都一樣啊。咁當年電影業喺千禧年因為翻版同埋荷里活電影，港產片喺海外市場嘅影響力越嚟越低，咁點樣另尋出路呢？最早嗰批北上嘅導演同埋電影公司都揾到唔少啊，然後淨係顧住揾錢，拍咗一紮水療電影。依家大陸觀眾唔睇港產片啊，咁點算呢？拍好本土故事。今次賀歲檔夜王同佢電影中嘅行業一樣，開出咗一條新路，唔使喐唔喐就幾億投資，唔使去迎合內地大部分觀眾嘅口味，尤其係北方，好似呢啲幾千萬投資嘅戲就喺兩港地區上映，票房雖然冇幾億幾廿億，但已經有賺。最重要，你唔需要去討好嗰啲大陸觀眾，尤其嗰啲日日喺度笑鳩港產片已死嘅嗰批觀眾。嗰班人唔會係你嘅受眾啊！你做好你自己本土特色，兩港呢邊嘅觀眾就自然會支持你啊！點解今次兩港嘅觀眾咁支持呢套戲啊？因為咁多年嚟，大陸嘅喜劇片一直都俾北方喜劇，尤其係東北喜劇壟斷晒。你求其問過廣東人，佢哋已經飲撚咗好多年啊！焗撚住睇咗咁多年北方喜劇，點解兩港人唔柒睇春晚啊？因為春晚嘅喜劇小品從來都唔柒照顧佢哋嘅口味，所以依家嚟咗一套夜王，仲要咁有廣東話精神，四大名詞俱全。你睇，因為兩港地區嘅票房好，依家咪就開始全國上映咯。呢個咪就係港產片嘅新出路咯。做好本土化類型片，爭取喺兩港上映。有啲人可能一聽到廣東話就唔睇，一定要睇國語版。亦都有啲人可能幾年就得過幾套純正嘅廣東話電影，佢哋係真係會買飛去捍衛嘅。所以各位香港電影人，請做好自己。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今期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